咱三角用主的新的界面甲主导文来宣讲甲祈祷，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相亲像，是讲你着听主你亲像家己。 我用新的概念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爱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在意是我的心。咱继续用主导文安尼祈祷。阮伫天灵的马，愿你的名圣，你的国荣甲，你的旨意伫正，伫你亲像天灵。 阮的历史来互我，少年阮的路，亲像我了少年无阮的人，你从我。 拢是所有代代有情，阿门。请坐。诗篇119篇，启应文29篇，咱三角用启应方式来交托。行为无通指责，即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指示教示。即款人真有福气。 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列入法，我实在真意爱列入法。列话是我脚前的灯，列话一个解释就发出光。
你的公义续到永远。咱三个阿头的祈祷。万愿慈悲听从阿爸爸上帝，阮将今日专程的服侍敬拜，拢交托伫你的手里，求恁阿耳康，听阮卑微的声，求你的圣尊名，嘛使阮有医治的恩赐，会当透望伫这个疫情当中，受到身体、心理、心灵压制心情，无论性格气焰怎样严重，拢伫主的管辖下面，受到上主的治理。求特别上帝保守咱台湾，成做一个安全又个健康的社会。甲过去的这礼拜，嘛是咱的中央敬老节期，详细祝祷本会年长的兄弟。目前咱的国家疫情有伫控制当中，恳求特别，互各行各业尽早恢复顺序，恢复经济，互人甲人的距离恢复亲密，互人甲上帝的信心更加坚定。真咱基督徒伫社会上扶持弱势、救济苦难的精神，最光最严。毋若交做别人的帮助，嘛尽心尽性应光上帝。台湾在即礼拜伫高雄盐埕区火烧厝，互40几位弱势独居的老大人丧失性命。咱嘛为着因来迫切祈祷，保守因遮遗族甲遮管理者的智慧，互即款的代志因为过失无搁再发生。今日是新竹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感谢上主保守带领学院的老师甲学员，伫训练培养基督精兵的事工顶面全心努力，要拍造一个适合充电甲进修的所在。当年所需要的经费，也恳求天父陪伴。嘛感谢今日周传道来到本会传讲分享你的信息，互阮，愿听甲讲的拢有利益。到尾，搁一摆，将阮因为疫情久无主的手里，叫上帝亲身来医治、看顾甲保守。最后，阮将今日的聚会全来仰望伫主的手里，奉主。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圣经后壁182页新约，我来读13节。上迄日，学生中有2人去一个乡下，因2人迷目，至到袂认得伊。伊对因讲：“恁行的时，三角辩论的是啥物话？”因就徛地面带忧容。其中一个名叫律巴，应伊讲：“你兼单身出外耶路撒冷，也毋知近日伫遐所经过的事吗？”伊甲因讲：“啥物事啊？”因甲伊讲：“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伊是先知人，伫上帝甲正百姓的面前所讲所行有关联。23也遐个祭司头甲咱的时代。”计送伊去定死罪，定伊第12架。若是阮平素地问伊，就是迄个要赎回以色列的，毋那呢？搁遮个事情已经3日啦。搁阮中间过来的妇人人，互阮真戆影，
因为因拍不光到亡灵，无看见伊的身世，就来讲，因有看见天使出现，讲伊搁活了。阮中间几啊人到亡灵，果然看见照福音人所讲的，总是无看见伊。耶稣对因讲：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讲一切话，恁的心怎样遐恶信啊？基督受这的艰苦，来入伊的阳光，敢毋应该吗？就对摩西甲众先知起，竟若圣经中所指伊的，拢甲因记明。将近所去的乡下，耶稣亲像要行较远，两人强调伊讲：请甲阮住，时已经晚，日要落啦。伊就入去要甲因住。30节，三甲坐倒的时，耶稣摕饼祝谢，爬来互因，因的目睭开，就认得伊，连面无阁看见。因就三角讲：老人，伊甲咱讲话，开拆圣经的时，咱的心减无热吗？就及时起身，转去耶路撒冷，拄着10位学生甲当地的人聚集，伫讲主果然个我，也出现互西门看见。因两人也讲起伫路人所拄着的事，甲伫爬饼的时，因怎样认得伊？以上。下面赞美了，要请周传道正道伊的题目是：咱的心是火热的吗？敬爱的陈牧师、柯牧师，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咱教会接纳我代表圣经学院来甲咱请安报告，特别感谢咱教会过去对伫圣经学院的关心甲支持。牧师有伫遮特别爱我，甲大家说多谢，也阁有提到讲过去咱教会也捌去到圣经学院伫遐来活动，阁有咱有一
经建筑物是咱所长了苏锡忠长老所设计，所以真正真欢喜会当来甲咱教会做伙来聚会，愿上帝恩典继续赐予咱教会，咱搁一摆三角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父，阮感谢你，互阮伫疫情的下面会当恢复实体的礼拜。伫病毒的威胁下面，阮凭着信心三角组织做伙。愿你的大能继续保守阮，你的恩典到也阮用，也互阮今仔日的敬拜，亲像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愿阮今仔日经验到伫地里，亲像伫天里的喜乐。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以色列人认为心是代表整个生命的中心，也是源头。心也表现出整个人的生命的状态，像是上帝溃烂停留的所在，互上帝力量停留的地方，所以因非常看重心的状态，所以因也用火热的心来形容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今仔日团队邀请咱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咱的心是火热的吗？首先，咱要对经文来看门徒，伫即个问题顶面，因有拄着甚物款的困境，也就是门徒的心有受热潮来失去火热吗？假使咱若想象咱是伫今仔日所读经文的现场，咱会感受到进入的门徒因伫一款的挑战、一款的心情的中间，也就是即两个门徒当因行伫即个以马五的路里的时阵，因离开迄个耶路撒冷愈来愈远，所以即个愈来愈远的脚步，就亲像因两人的心渐渐失去火热。因为这个门徒因伫真短的时间内底经验到真大的变化，也就是因当初入去耶路撒冷的时阵，是众人举着棕树枝来大声欢迎耶稣入耶路撒冷，所以是亲像迄种欢迎一个王迄款的热闹，总是甲突然间受到众人无情，甲即个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即个门徒对一开始因可能感觉讲，军队耶稣是一种的成功，到突然间顶日十字架即款的转变，亲像一种的梦。所以，军队耶稣的时阵，遐的神者，无论是互水变做酒，还是互青梅会当看见，伫即个时阵对因来看，已经敢若是真远的代志。所以，即款的转化，互因感觉因的心内有真侪的不安，对伫未来也充满着惊吓。甚至伫今仔日伫咱所读的经文中间讲到，当迄天耶稣受钉十字架顶3天后的透早，才妇女去坟墓看到讲，即个坟墓是空的。因伫路里拄着天使来报讲，耶稣已经过活即款的好消息。总是即两个门徒，因是无法度相信这妇女所讲的话。为虾米？因为因无亲目睭看到，所以因无法度相信讲耶稣已经过活。所以当因两个行伫即个以马五的路里的时阵，就算耶稣出现伫因的身躯边，甲因相搭行，因也无法度认出做伙行的人就是耶稣。所以圣经形容讲，因两个人的目睭迷目，直到袂认得伊。即个迷目，伫中文是眼睛迷糊了，即个迷糊，即两个字伫原文就是被遮住，意思就是讲因的目睭，上帝的目睭已经被遮掉啊。所以门徒因为无相信因的优秀，直到因无相信耶稣已经过活，已经实现圣经所讲的这个应允，所以这个无相信变做是惹掉因目睭的原因。
抓掉因的目睭，所以因也认不出迄个当家人是耶稣。毋是干那安尼，甚至耶稣咧甲因讲话时阵，因也非常会无客气。咱看，因为耶稣问因讲：“恁咧行的时，三甲辩论的是甚物话啊？”因就徛伫面带忧容，其中一个名叫刘巴，就应讲，因耶稣讲：“你减大声话出伫耶路撒冷，也毋知今日伫遐所经过的事吗？”所以咱会当想象迄款的口气，你兼毋知啊，所以耶稣就指出因信仰的问题，就是伫迄个信。耶稣对因讲：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讲一切话，你的心怎样遐恶信啊？你的心怎样遐恶信？所以耶稣指出因的问题，就是伫迄个信心。因为咱看到对耶路撒冷。因离开耶路撒冷到以马五的路里，即个因行25里路，25里路，因咱来用时间来算，差不多爱行偌远？差不多爱行3点钟的路程。所以，即个3点钟的路程其实是无算真短的一段路，总是伫即个3点钟以内，耶稣甲因做伙行，因竟然认袂出即个已经甲因。逐工安尼入暝3斗阵3冬久的耶稣，所以因为现实遮的困难，互因已经袂记个耶稣所讲的遐个话，也无阁有过去迄款的信心，所以因的信心就亲像遐个犹太人将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的时阵，也甲因的信心钉死啊。所以，因失去了因的目标，因也无法度相信遐个父母所讲的话，因为因上帝的目睭已经互遮个无相信来抓掉，像是也失去军队耶稣的时阵，迄个火热的心。所以，对于咱也要进一步对门徒的困境来思考，咱伫现实生活中。敢有类似的困境，就是咱的心敢有被压掉来失去火热的。有时伫咱的生活中的挑战是超过咱的理解，会互咱的心迷惑、忧愁，也影响咱工作甲生活的信心。就亲像今年5月 COVID-19 搁一摆爆发的时阵，咱的生活突然间拢变无共款。真侪代志产生真大的改变，无论是厝的人真自然的自餐，也是好朋友相找真简单外出买物件，也是工作，也是咱真侪人伫寒暑假的时阵会出国旅游，也是有读册计划，也是探访亲人。这原本是真自由的行动，变做有真侪的限制。敢若是所有计划拢对袂着即个病毒的变化，所有的计划都赶不上病毒的变化。所以原本真安全的台湾，因为即个疫情的爆发，这看袂到的病毒就亲像迄个死亡的陷阱，温床要攻击咱，所以互咱的心充满真侪的不安甲烦恼，也限咱的行动也受到真侪的限制。做一个基督徒，咱的信仰真正是拄着以前袂捌拄过的挑战，因为伫过去守安息日来教会做礼拜，是真自然、真自然、真理所当然的代志。以前咱随时拢会当来教会聚会，做是疫情爆发了后，咱为着要配合政府的这个防疫措施，咱无法度搁亲像过去安尼。所以，伫疫情爆发的时阵，咱全台湾的教会拢改做是线上的礼拜，好透过即个网络来做礼拜。总是伫即个礼拜过程中间，咱也拄着一个真大的改变甲挑战，就是即个网络的线上礼拜的方式，伊敢若亲像一个看袂到的距离，咧挑战咱。一个看袂到的距离咧挑战咱，为虾米安尼讲？因为伫即个虚拟甲实体的中间，咱要安怎会当继续用心灵甲心识来敬拜？
咱要安怎伫看袂到实体的时阵，阁会当有信心继续来分享，也是要安怎超越即个空间的限制来领圣餐，甚至咱透早的时阵会当照常甲咱的衫裤穿的好，食好早顿，准备来做礼拜。也伫即个疫情中间，咱要安怎搁来继续关心遐个心灵软弱的肢体，也是来病院探访因。所以这一切，伫咱咧经过，伫咱咧面对的时阵，是毋是互咱的心嘛会有真大的捆无明白？也是伫即个过程中间，也互咱的信心失去火热的。随上教会无法度来躲避即个疫情所带来的影响，甚至对信仰所产生的挑战。总是伫即个挑战的下面，咱嘛透过今仔日的故事来思考，咱的脚敢嘛会行离开耶路撒冷。当咱无法度搁真自由，甲咱的喙暗摕落来，真自由来分享爱餐的时阵，咱的信心敢袂受到影响？咱要安怎，互咱的信心袂变做是反应慢，袂变做是迟钝？咱会当保持迄个火热的，毋是干那伫教会内底挑战。搁较大的挑战是，真侪人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工作，甚至伫咱的经济，也是整个国家的政治顶面，咱也面对真侪的挑战。这个问题敢会互咱得到烦恼、忧心呢？所以，咱要安怎伫即款的挑战下面，咱会当对咱的信仰去找到平安，互咱的心悠远，会当保持迄个火热的愿望呢？咱看到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有一个真大的福音，就是耶稣伊亲自来拍开这门徒因被吃掉的信心，互门徒的心会当搁一摆来火热起来。所以耶稣伊用到3个真要紧的关键，所以咱煞来要真详细来看即个经文中间，甲咱讲倒3项代志是耶稣伊家己亲自所展现的即个行动咧。第一个就是咱看到15节讲，耶稣亲自来就近因，甲因同行。也就是耶稣伊的同在，伊是无受到即个时间甲空间的限制，所以当门徒因经历到即款的挑战的时阵，即款的困境的时阵，耶稣伊是主动出现来陪伴因。毋是干那安尼，耶稣佫真耐心听因的埋怨。吼，咱头拄仔讲到讲因的回答耶稣的话是真无客气，刷落去佫讲落长，吼，迄个过程总是耶稣是真耐心听因来讲，讲了后佫真用伊上帝话语来拍开因被吃掉的信心。27节讲，耶稣就对摩西甲众先知。既然圣经顶悬记的话，拢甲因讲解，拢就对摩西甲众先知去，既然圣经中所指伊的，拢甲因解明吼。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所以耶稣搁一摆来为因讲解即个圣经的内容，即个讲解即2个字。伊伫原文内底是拍开的意思，是拍开的意思。所以咱感觉真奇怪，就是为虾米耶稣爱对因搁一摆来讲起圣经的记载咧？而且咱咧特别注意哦，到底耶稣是开偌济时间来甲遮个门徒讲解圣经咧？就咱的经验来讲，咱若是查考一卷内底一张好。一章的经文，咱可能就爱开真济的时间，假使若是一卷的时阵，可能迄个时间就是搁较长，甚至爱规礼拜啊，几若摆。只是圣经内底，摩西甲众先知，意思是讲啥？摩西就是摩西5经对创世纪创出立民生对无？5卷，搁有咧先知
可能就是对大先知以赛亚书一直甲小先知书遐个弥迦书等等，哇！所以这个时间毋是真短的时间，这个时间是真长的时间，这个内容嘛毋是真短的内容，是真济的内容。这个的意义是伫对咧。检察者的门徒，因感觉讲家己已经真捌圣经的教导，因为过去3冬的时间拢甲耶稣做伙，事实上因离开真正明白甲相信，抑阁真远。所以耶稣开正侪时间，互因会当有真正的明白。咱再来想想，佮亲这时间就参照耶稣，甲这2个门徒安怎浸伫即个话语内底。浸了有够久，浸了阁有够透，所以互即2个门徒因安怎会当伫即个话语内底来更新、来明白，直到因有悔罪的心。最后，耶稣甲因坐倒，因为耶稣伊邀请因阁一摆来检验着过去迄个信心的记号，就是圣餐的应允。因为耶稣伊所带来迄个新生命，透过家己顶十字架即个事件，已经是实现啊，已经是实现，而且也阁是透过圣餐，会当互人一摆阁一摆来经验迄个真实的应允。所以圣经讲，耶稣甲因三甲坐倒的时阵，耶稣提饼祝谢，背来互因，因的目睭就明亮了，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就不见了。这个因的目睭的明亮，伫原文嘛是拍开的意思，吼。所以咱想着讲，因回想因今仔日耶稣安怎甲因讲解圣经，嘛是拍开，所以甲因即个时阵目睭拍开，拢是共款的意思。所以，当耶稣拍开圣经的时阵，当耶稣擘饼的时阵，门徒的心就亲像火共款咧烧，因这被热掉的目睭就渐渐来开，渐渐看会到，也因就认出，甲因坐倒，这个人是耶稣，坐倒的人是耶稣，所以。这是真奇妙的，因为当耶稣透过伊的话，透过这个擘饼拍开这个门徒被热掉的目睭的时阵，因就安怎？因就会当看见，因就重新被拍开来看见。当因会当看见的时阵，因就无阁有惊吓，因为因迄个悔罪的心，互因克服迄个惊吓的心，毋是干那克服迄个惊吓甲忧愁，因阁有一个真大的行动力。迄个行动力就是。因伫暗暝，因为爬圣餐了后，应该是暗时啊，所以咱也会记得头拄仔因行几里路来到即个所在，行25里路3点钟，所以伫这几十公里的路是无真短，总是当因有悔这个心的时阵，因真心有这个信心的时阵，因就伫这个半暝的时阵，随时转去到迄个耶路撒冷，来向其他的人做见证，讲主个人个我，主个人个我。所以这个过程，咱看到门徒因经历着真大的转变，就是伫耶稣的同在。伫会晤的教导中间，伫领受即个圣餐的过程中间，因所有的无理解、想要闪避道理的心，拢重新恢复起来。所以，当因有迄个恢复的信心的时阵，因就伫同款的困境内底，因有信心来宣扬福音的真理。所以。咱嘛用即个福音放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嘛是共款。当咱伫困境、咱伫挑战的下面，咱也需要有上帝的话语来拍开咱属灵的目睭，互咱的心会当搁一摆来恢复起来。有一个法国的学者叫做阿多，阿多是翻译的名字，伊咧研究古早时代的哲学。伊讲一句话，就是伊研究到尾啊，伊发现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
哲学是一种的生活方式，因为迄当时的人咧追求智慧，用哲学的方式咧追求智慧，因主要是要为着活出一种理想的生活，活出即个智慧的目标。这是这个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意思就是讲，毋是干那知影智慧尔，搁爱甲伊活出来。总是伫经过这个中世纪，甲这个大学专业制度化，就是设立真济中世纪的时阵开始有大学这个制度了后，哲学伊嘛变做是一种专业科目，所以伊变做一种专业科目了后，就后来变做是一种的论述，所以就甲迄个实践、迄个生活的迄面渐渐来分开。总是咱要看的是讲，即种知识甲生活甲伊放做伙即款的方式，也互咱想起讲，圣经中被称做老师的耶稣，互称做rabbi的耶稣，甲门徒的故事，这个生活的故事，也是就后来被写落来。即种的写作嘛是一种的论述，也就是咱今仔日所咧读的圣经，所以咱嘛会当讲。圣经嘛是一种的生活方式，圣经是一种的生活方式，因为咱会当讲圣经就是伊记载着一种上帝要爱咱活出的生活方式。好，圣经就是一种上帝要我们活出的生活方式。伫生活中要活出真理，无简单，伊需要有火热的心。这个火热的心。也只有伫耶稣基督内底，才会当来得到。特别是做一个基督徒，咱需要伫信仰中间来找找迄个安慰、甲鼓励，带来咱的平安甲望。咱毋是干那望讲疫情过去，也是讲疫情会当来无受到影响。咱搁较爱去思考的是，咱生命的价值，爱搁一摆来反测，咱来回想上帝已经伫耶稣基督内底所应允互咱的恩典，就亲像伫即个疫情的中间，我看到一个美国的囡仔伫路边徛着摕着一个牌子，即个牌仔顶悬写一句话，互英文的，中文是我家做的一个简单的翻译，也就是讲生命是真短暂，最后一定会死亡，总是即个死亡是因为罪的缘故。只有伫耶稣基督内底是唯一的拯救。确实，疫情互咱去思考生命是真软弱的，真正是真微细。咱会当好好活咧，就是上大的幸福。那毋是干那安尼，咱基督徒面对疫情的时阵，咱搁较需要伫这困境中间看到新的愿望。所以圣经含义伫过。去年第一摆甲今年第二摆的疫情的场景下面，其实阮有真侪的挑战，总是伫这个挑战过程中间，阮嘛是用信心来继续来做阮火热的心来继续服侍耶稣基督。所以，刷落来我要用一个短短的影片来甲咱兄弟姊妹来分享伫过去的疫情下面，阮所圣经含义所做的服侍。敬听的牧长兄姐，大家平安。对旧年到今年，咱深深体会到，亲像诗人所讲的：“我靠耶和华比我靠人较好。丰盛的时阵，上帝同在；不足的时，上帝犹原同在。”伫圣经含义的奉献主日，感谢咱兄姐过去的支持，也请恁继续关心甲带导。教育是圣经含义上重要的使命，提供课程予传教者、信徒来培训。每一届上圣经含义的课程，我拢有得到新的想法，也得到新的眼光。真感谢圣经含义的用心，予我伫遮上课会使心灵得到安息，身躯嘛得到饱足。
当5月份疫情爆发的时阵，咱真紧就将课程转做伫线顶，互老师甲牧师伫过程中间经验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甲奇妙。今年咱特别用大灾节期做主题，提供信徒灵性的操练，通过艺术启发人的日常生活。伫教会牧养的时阵，会当运用咱的目睭来看，甲主同行的路，学习自我的觉察，提升灵性的需要，互咱体会到上帝创造的水。咱嘛特别为着教会规划灵修会、退休会，也有中级的训练逐款的装备，互咱兄弟伫意伫灵修，伫基督的圣神的光照下底，更新生命。圣经学院正做上年大学的总校，协助分校推行逐款祝福长辈的宣教活动。这几年来，圣经学院的信徒服务中心不断地更新设备，希望提供正教会兄弟一个合宜的场地，通好使用。咱有真侪无相款的场地，伫遮会当进行多元的训练课程、信仰的活动，包括野外礼拜。咱嘛会当举办国际性研讨会的场地。这是双连厅，是台北双连教会兄弟所奉献。伫今年通过因的支持，咱互这个教室成做一个新的教室，继续互兄弟伫遮得到灵性的成长。圣经学院董事会通过详细的规划，将已经6年外无使用的游泳池改做多功能活动中心，名叫主圣馆。意思是来建筑新城的建筑，提供教会机构来开会、聚会、举办各项的宣教活动，要互兄弟姊妹来结连，达到圣道相通的意义。今年拄好总会年会的需要，咱就提供一个适合的会议场所，互咱的议员通好来使用。上重要的是为着需要大岛关心。对于5月到7月，因为肺炎影响来停办真侪活动，咱收入减少300万。新学期的课程，请兄弟加入圣经学院的网页，也是脸书，通得到上新的消息。针对中级信徒的灵命培育，提供无相款的课程，也有年度时间研讨会、祈祷训练、培灵会等。咱学院有真侪已经超过50年的教室、宿舍，期待伫将来通修建。2021年，经常费需要6756万。虽然学院甲教会兄弟拢受到肺炎病毒的影响，咱做伙伫祈祷中带导，无论是顺利还是困难，继续用性命做见证。请恁为圣经学院带导甲奉献，阮会继续努力侍奉。愿主祝福大家，感谢主，感谢恁。伫即个影片中间，咱有看到几点，包括就是有2个新的建筑，拢是翻新。即个过程拢拄好是伫疫情疫情进程经过疫情中间来完成的。所以这中间嘛看到上帝真大的恩典，特别是伫疫情的下面无有停止迄个翻新的过程，所以也旧年会当。应该是今年会当真顺利，将即个主圣馆来提供予咱总会来活动。因为咱知伫疫情的下面的时阵，其实有真侪场合是无法度来使用，所以也圣经学院就诚做总会会当使用的一个场地。除了这以外，
讲到场地也圣经学院咧大个方面，伫即几冬也有真大个翻修吼，所以也真欢迎咱兄弟姊妹，也是教会有机会当过来圣经学院办活动较大。我讲圣经学院咧大个方面无有参像饭店遐尼啊舒适，总是伊嘛是有升级的。毋是五星级，总是伊是五星级，好意思，会当升到级，总是也是清清气气啊，吼，很干净，很舒适，嘿，所以五星级啊，然后但是又住得还不错，嘿，所以也欢迎咱会当来使用这个场地办活动，吼，啊是讲上课。过去圣经学院嘛真努力，有开3种课，第一种就是提供互牧者、传教者会当进修，我拢讲是双修的课程。为虾米是双修？一方面体验到牧师也需要继续学习，吼，会当有新的学习，总是需要学习以外、进修以外，因阁需要安那休息、休困，吼，重新得力。所以阮讲双修就是会当进修，阁会当灵修。好，所以来的时阵会当真，互阮真会当有真一个真舒适、真会当休困的所在，总是毋是干那休困，佫会当有新的学习，因为新的学习嘛会当重新得到开展。所以这是伫过去即几冬中间，每一学期拢会规划着真侪的课程来提供，或者的传教者。毋是干那安尼，佮包括中级的训练会以及会友的灵修会。啊，伫遮课程中间有一个真大的特色，就是头拄仔讲的，真正望会当有一个伫理论甲实践中间的平衡。吼，理论甲实践，因为咱知影讲神学院的训练，拢大多数拢是较注重伫即个理论方面，所以圣经学院搁咧办课程，互遮的传教者来进修、灵修的时阵，阮就会望讲迄个课程毋是理论，是有实践的，所以将理论甲实践会当来做一个平衡。所以阮开遮的课的时阵，差不多不对个位数加10几个。到最近开的课，差不多拢已经加40-50个，亲像明仔载18号开始有3天，阮拢是用开密集班，所以3天的时间内底有差不多56个传教者同工，互中级来做伙上课。啊，伫即个上课，即届上课的过程中，该是要讨论有关教会青年的宣教的事工。所以这是圣经学院伫这段时间所咧做的。那总是疫情对伫圣经学院有真侪的挑战，就亲像教会嘛是共款。所以咱也做伙伫这个时阵来思考，咱要安怎伫这个疫情的中间，咱会当阁有新的转变，阁有新的愿望，阁有新的看见。因为咱拢知影讲，亲像伫中世纪的时阵，这个教会拄着信仰的危机，就是这个天主教。互因伫即个信仰顶悬，检采拄着一个爱有一个灵性更新的机会，所以有亲像马丁路德，因所做的即个宗教的改革。所以检采是一个危机，嘛是一个转机。检采是一个困境，总是伊嘛有可能是一个安怎看见上帝做工的时阵。所以检采，咱每一届转来甲教会，每一届透过读上帝话语的时阵，咱搁重新来认捌上帝，重新也搁透过上帝话语来，互咱的信心会当得到恢正，会当得到坚固，互咱伫即个看起来敢若是真无平安的时代内底，咱会当点到咱信仰的迄个火热，互咱会当伫即个时代内底，咱犹原带着即款的信心，真勇敢来向前行。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拍开阮属灵的目睭，火热阮的信心。互阮会当伫疫情的挑战下面，伫即个时代的不安内底，阮伫你的内底，人生有平安，有信心。也愿你怜悯阮世间人会做所引起遮的死亡的痛苦，愿你保守即个世代你所听的正假字，也互阮学习反省阮的自私甲罪的代价。互阮人生得到生命的智慧，会当用感恩的心来珍惜所有的一切。
愿阮的心无因为遮的烦恼来遮掉上人目睭，直到失去信心；无因为疫情的限制，失去阮敬拜的热情。求你，予阮用火热的心来超越遮的挑战，予阮会当伫即个世代继续见证福音的恩典。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真多社州团队正道，咱三个用圣诗572首，心目恩主坚固来回应。圣诗572首，心目恩主坚固。请起立。请坐，三角来奉献。今日是新德圣嘅学院奉献主日，请兄弟有着新嘅圣学院关心代祷甲奉献。
感谢阮阿爸爸上帝，阮真今日来到你面头前，用你敬拜，用你学乐。感谢你的赏赐，感谢你的加持。我每是你的生活，拢是你所带领，拢是你所祝福。阿爸上帝，咱真人伫遮献就阮一切的火热，用阮火热的心，将阮一切献就伫你面头前。阮将一切献上，就是由你人接纳，才做你的圣工所用。阮的祈祷拢是奉你的名所求。阿门。各位大生，咱先来读经句，酒杯画上落要面。经句，提摩太后书3章15节，咱两种语言拢读一摆。来，也知你对细汉已经捌遐个圣册，就是会互你有智慧，对信基督耶稣来得到救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咱掀开酒报第3页。第一点，今日是圣经学院奉献的主日，感谢学院派周团队来咱教会分享报告，也请各位兄弟为着圣经学院关心来倒甲来奉献。第二点就是目前因为人数的限制，80人以下，所以咱的台语、华语、台语分做2场，早起9点、11点2场，下晡华语1点半，拢爱报名，请大家入来啊，可能会过啊。第3点，咱即礼拜过拜四吼，中央节的礼物，本会有准备300块的礼券，互65岁以上本会兄弟。那若真正无方便来摕，也是无用，毋敢来，拢无要紧，咱会当请人代领，那没有问题吼。啊，第4项，妇女堂客10月份月例会，伫23号拜六早起10点，伫本会主堂，科务师要讲的题目是为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看女性婚后。因为咱有要准备便当，所以一定要伫迄个公布拿登记人数。那因为袂当在遮食，下面少年团契嘛共款吼，少年团契是10月份10月28早起，拜四早起10点，共款伫咱教会主堂，陈牧师有专讲，共款是准备便当，所以要参加的人一定要去公布拿登记。目前袂使啦吼，啊，你的便当就摕转去随便食，较歹势。最后，学青团契伫10月份有改做2礼拜一摆的迄个网络聚会，啊，逐个月有一摆实体聚会，所以改变做安尼，大家小注意，欢迎大家学青来参加。啊，目前10月2日是梁老师要讲的是人际关系甲行销自己。以上下面公道请牧师。大家庆平长乐，各位兄弟平安。我常常拢认为讲啊，会当伫礼拜主日会当三甲兄弟姊妹做礼拜是一件做水做好的代志，尤其是即马咱伫即个病毒的威胁下面吼，咱阁会当安尼做礼拜吼。啊，咱要用几秒的时间吼，虽然咱有带喙暗吼，要用你。请大家用你会笑的目神吼，甲咱四周的兄弟安尼请安一下，毋免握手哈，吼，对，请安一下，请安一下，是有笑无啦？恁个目睭会笑袂啊？好，来，咱来介绍新朋友吼，先来介绍是平安的朋友简子云、姚英吼。来，咱简单介绍一下。好，平安要替咱介绍。大家好，这是伊叫简子云，是我的女朋友。伊为屏东上来工作的。哦，对，好，谢谢大家。好，欢迎。好，谢谢欢迎子云哈。啊，屏东我嘛这识的哈，我也是混屏东的。好，来玉祥的朋友，黄义文。我是玉祥，足久无转来，伊是义文，是我的女朋友。
伊住伫咧淡水，今仔日是头一摆对我来教会安尼。哦，欢迎欢迎，好。好，咱今日两位弟兄都很大方吼，我拢派社工女朋友他们自己讲的哈。好。我嘛小可介绍的，歹势吼，因为咱有直播的那个需求吼，嘛小，互咱伫镜头前面的兄弟姐妹吼，也透过镜头吼，会当甲咱有一寡互动吼，让我们的直播画面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些连结这样，所以我今天会用这个方式，嘛是要介绍一个吼，真久无转来到伫咱中间的梁以玲老师吼，伊是伫大学时阵吼，伫师大念音乐系，拢伫咱家组会。大家平安。我已经毕业差不多4、5年啊。我之前读大学的时阵，就伫固定教会聚会安尼，有参加学生团契安尼，真欢喜会使转来甲大家看看安尼。好，谢谢。搁有，我嘛足久无看到吼，进城我顶礼拜六啊。我顶礼拜啦有去看进城因甲迄芊踢球啊，因为那么害羞，还就请家里面的那个惠子，好吧？让大家看。大家好久不见了，很高兴又在这半年当中又在这边相聚哈。那希望疫情真的能够赶快过去，然后越来越多人回来教会。哦，谢谢。好，搁有尹姐姐，姐姐，恩慈哈。大家好，大家好，我现在不敢带小孩来，太吵了，所以我今天只带了1个来，希望那主日学我们大家能够恢复实体聚会，大家可以再相聚耶。咱搁有久无看杨珍姐哈，搁有杨珍姐在台湾。很高兴。想看到的人都看到了，看到人都看到，搁有张小姐哈，真欢喜，好啦，就嗨一下这样就好哈，好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修丽兄，好平安，好，搁有嘉佩姐爸爸哈，也真欢喜，泽明泽兄。真欢喜，嘉佩姐，迄个妈妈。妈妈伫头前，结果看到爸爸，袂记叫妈妈。这张了，你咧大家先看到。我真欢喜今仔日来遮礼拜，我嘛真有福气，我要甲新竹圣经学院即个传道师讲，我今仔日参加恁2摆的即个礼拜，一摆是伫高雄。嘛是恁有派传道师去请安，所以今仔日，所以互我有2摆的奉献，我真感谢。搁有牧师嘛吼，你牧师嘛，很高兴今天回来古亭教会跟大家一起做礼拜，大家平安。太多华丽了。真欢喜看到甘纯美的技术吼，变来伫咱家中。技术平安。大家好吼，真感谢今仔日当当来礼拜，英雄。加载有考榜，你知道？迄若我就徛较你姓啥我袂记住啊。较早咱有看到迄个圣经学院的迄个影片对无？内面咧介绍迄个就是院长吼，院长是温介明，迄叫做温是无？温介明吼，阮介明牧师哦，温介明牧师吼。其实咱今日来，甲咱报告的即个讲道的周传道，其实就是咱牧师的牧师娘啦。好，真欢喜，兄弟会当三甲做伙做礼拜，咱即时来祈祷，同心来祈祷。阿爸俾上帝，尤其是即个病毒的威胁的下面，阮
大大欢喜感谢阮兄弟姊妹会当自酒做伙来敬拜你，会当享受三甲团契，会当来实践彼此相听甲扶持。阮嘛犹原这少年阮阁有侪兄弟无伫阮的中间无论什么原因，有的是身体欠安，有的是出外工课，侪的原因无法度甲阮三甲做伙，求你犹原大大赏赐快乐平安甲因伫地。虽然无坐做伙，毋过阮的心三结灵，互相来挂意。搁一届要甲台湾土地母亲放伫你的手中，阮所徛起所住的所在，需要对天顶来的平安，有侪惊吓，有侪无盼望，毋过知你甲阮伫地，阮的确要持守阮的信心，照起工过日子，甲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要甲你所赏赐阮的稳定、快乐，伫阮的生活中展现出来，互阮四周的人会当对阮来认捌你。搁一届要为着即届伫高雄火灾受苦丧失因的亲人的人来祈祷，这是伫即款的时阵，即款的伤心甲惊吓，求你亲身来安慰。搁有伫失踪伫迄个河水暴涨失踪的遮个阮的同胞拢遮个家庭拢需要瓦克力，求你亲身来帮衬。阮常常认为感觉伫徛起伫即个世间，有侪无把握，有侪惊吓。毋过，求你，互阮知影，你是阮的确的瓦克，阮的照伴，阮的避难所。透过阮的兄弟姊妹彼此的帮衬，阮的确要认真平安来过日子。阮虽然看阮家己真实是袂堪钱，毋过犹原要领受稳定伫你的面头前，好哪来祈祷。阮安尼同心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要来唱圣诗第396首，圣诗第396首，担尾散会求主祝福，请人起立。伫即个世上，虽然有惊吓，尤其是伫即款的威胁的下面，
就知恁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抗赢这个世界，恁的心就火热，日日才有信心来过日子。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世上的相通保守，充满安慰，要甲恁这人伫地，尤其要甲心无平安、身体欠安的人伫地，要对即时到主角来。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袂倒，咱要听候音乐，结束较起身。咱十一点礼拜到这结束，祝下这平安。